继续来看台中市教育局鼓励学生利用假日参加到多元学习探索的课程，其中大甲高中的学生上届踊跃，有22个同学伫顶学期上课的时间达到18点钟，是人数上侪学校。尤其是3年的有一个男学生叫做曲跳勇，伊的时速高达42小时，再度连撞到全台中市这个个人时速上侪学生。一起悠游台中学。同学展示手中的结业证书，这拢是因进前参加台中市教育局所开办悠游台中学的授课证明。今年大甲高中学生有真侪人拢有参加，有22位学生伫顶学期授课时间有到18点钟，占全体60位得奖学生1/3以上，是人数上侪学校。我未来也是会继续走设计群的路线，所以这些课程也对我帮助还蛮多的。像我现在是广告设计，所以我可以把一些作品融入在就是之前学过了，然后把它就是运用在上面。其中高三生曲跳勇去年就参加过悠游台中学，当时就得到全市学生个人授课时数第1名。今年搁报名课程，像体验做喙齿模型、数位电子册应用等等，毋但学到真侪课本学袂到的知识，搁连续2年得到全市个人授课时数上侪学生。对以后的选系选校非常的有帮助。能够多充实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108新课纲上路，真重视学生的多元表现和学习历程。校方嘛真鼓励学生会使把握学习机会，希望透过课程的探索，除了会当找找未来发展的目标，嘛会当强化自主学习能力，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